stopper 意思係講咩？除咗你可以攞嚟逼死個浮波做固定之外咧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，呢個咧可以保護你啲浮波，萬一唔好彩斷咗嘅時候咧，都係可以保護咗浮波有機會翻到嚟，有機會㗎。咁當然就會做擰圈啦，擰圈咧就攞嚟放賴腳嘅。咁咧通常咧市面咧，你係買翻啲7、8、9號咧都 OK 㗎，唔好太大粒，因為太大粒咧就影響你成個吊組個重量。OK。嗱咁跟住咧，呢度有一紮數字。其實依紮數字咧做乜嘢咧？唔使抄佢嚟可以，你自己知得㗎。就係個浮力孭嗰個重量，每一浮波嘅浮力咧都係有孭一定嘅重量。但係我聽過好多人講咧。譬如1粒 2B 嘅浮波，有人會同我講話落2粒1B， 又或者係1粒5B 嘅浮波，有人會同我講係大過浮力啊。領悟嘅浮力係會大過5B 嘅，即係咁講都係嘅，但係其實係假嘅。呢個係正式個孭嗰個重量。咁通常咧1粒 2B 波咧，你如果加咗2粒1B 咧，呢個即係等於夾完嘅重量啊，又即係等於浮力啊。加2粒1B 咧就已經 over 咗㗎啦。如果2粒1B 夾完咧，其實基本上係接近4B 嘅浮波嚟嘅。咁千祈唔好走去講我釣到嘅時候啊5B 浮波，哦5粒1B， 點解劈落會沉嘅咧？其實最大原因咧就因為你其實嗰個 B 數嘅重量咧唔係等於1加1就等於2。咁你只需要記住，若果每一個重量咧其實係有一定唔同嘅重量，你要記住就得㗎啦。因為咧其實咧每粒浮波咧唔同嘅牌子咧。都可能唔同嘅浮量，即係譬如好似好簡單呢粒咁嘅頸外浮波，佢寫5B 咧，其實基本上嚟講咧都可以有孭到6B 嘅重量嘅，唔同牌子係唔同㗎，咁你要記住啦。咁呢啲你可以參考下啦。咁你記住5B 原來浮力係大到咧接近咧等於1毫以上嘅喎，咁你如此類推咁噴上去咯。如果你拍完呢條就俾我拍。好，呢個你可以抄，可以唔抄，你自己知就得㗎啦。OK。網上都揾到嘅，喺網上揾到嘅。不過其實你一般你 band 板，但係你自己用開多數都係來來去，我相信你都估係用2B、3B 啊嗰啲。我自己綁浮波咧，通常係咁樣嘅，譬如好似1粒1B 嘅浮波啦，1粒1B 嘅浮波咧，我自己通常咧就將佢孭嘅重量去到最重，依粒夾完就直接落1B， 跟住呢度咧，可能我只係孭粒 G7 或者 G6嘅夾完，咁就算㗎啦。即係教到佢零浮力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咁就 OK 㗎啦。有咩好處咧咁樣？咁你嗱，其實你所有吊組咧落得越多咧，其實你個吊組係越論盡嘅，越多餘嘅。反而你越少嘢咧，個吊組係越自然。咁所以變相咧，通常咧，如果你話突然間啲風或者係啲流急咗嘅，我勸喻大家咧就成個吊組換咗佢。如果冇流嘅時候我轉咗1B，突然間行大流喎，咁點算咧？就並唔係話落幾粒夾完落去，而係成粒吊組轉咗去，轉咗直接轉5B。咁你咧夾完咧就可以褪翻一粒大夾完落去，直接轉一個吊組。咁就唔好話下下都係懶嘅話，下下1、2粒2、3粒夾落去。咁而出去聽咧，其實嗰個吊組越多淋心嘢咧，個吊組咧就會越凍嘅。咁有咩方法可以以最快嘅速度轉浮波咧？最快速度，咪就轉一個擰圈，跟住之後成種嘅褪晒出嚟，再穿過去咯。係啦，就咁簡單啦。呢個鉛嘅重量同埋浮波嘅浮力，你哋明唔明白？跟住點樣去釐定去 set up 一套視覺去吊嗰個吊場咧？一陣間再講。咁依家我哋講講最基本嘅吊組問題。因為而家出邊有啲浮波咧，譬如 5B 啦，或者係5B 啦，會有個加支咁樣嘅波喺側邊嘅。即係你話，譬如有個2B 嘅加支嘅支架嘅支，咁通常咧，如果咁樣咧設計到係咁樣嘅話咧，通常個浮波咧，佢都有2條線俾你嘅，即係通常我唔知係咪啦。咁佢嘅定義就係話，譬如依家浮波係3B，咁如果你加支3B 嘅時候咧，可能佢嘅浮力係嚟到呢度。即係佢寫住加支5，咁如果你加多支5夾落去嘅時候咧，個浮力就可能喺呢度咯。只不過係一個俾你可以有變化，即係可以加多一夾落去嘅意思咁解啫。係啦，就係咁解。有冇問題？
即係浮力。好啦，跟住之後我哋可以講下吊組，點解我哋會講咁多抽吊組出嚟咧？其實每個吊組咧都有。